依家啲女權撚搞到香港烏煙瘴氣 ，Threads 上面班女版連登仔講埋啲垃圾仇男言論，就係依家啲女權搞到男人咁慘，女專男卑溝唔到女，係香港地多條賓州簡直慘過食屎。今條片我要全面分析香港女權現況，女權對男人溝女嘅影響，男人仲可以做啲咩？影片結尾會送你溝女秘笈，幫助你喺香港地獄級嘅溝女環境快速溝女食到女，唔使再做兵俾人撚。記得訂閱俾 like， 立即開始。呢條片只會重點講女權以及男人溝女有關嘢，唔會全面性去探討呢個社會議題。但開始之前，我哋暫時拋開偏見憎恨3分鐘，了解一下香港女人同女權面對緊嘅3大挑戰。一，最重要嘅就係女人嘅性價值。其實明眼人諗多一步都知，女人嘅性價值外表係非常重要嘅。男人可以樣衰矮短 J， 但透過自身嘅工具性揾到錢等等，喺社會揾到一席之地。但女人樣衰冇波老，就算俾佢揾到錢，都俾人嘲似係垃圾一件啦。除咗啲富婆，但坦白講都係富豪食女多過富婆食仔啊！並且富豪嘅數量都係多過富婆啊！因為社會更加着重女人嘅性價值，女人唔靚唔吸引男人，就會俾人背後定義成係垃圾一件。無論你覺得難聽定點都好，你自己諗深一層都會理解。所以女人會有更加大嘅容貌焦慮，質疑自己成個人嘅價值，甚至差起上嚟有啲絕望啊！我再努力都好，我嘅價值大部分都係建基於外在啊！其實係幾令人唏噓嘅一樣嘢，但調轉講都會出現一啲就係靠養波腳、性格上廢人一個，仍然可以得到好多人嘅關注，成功得到男性嘅討好、賺錢嘅例子。再講深啲，社會男人對女人性價值嘅極度重視，都會令女人透過性去阻擋一切。唔明嘅話，我再直接啲，一個人除咗性價值，其實仲有其他嘅人格特質、性格思想等等。但既然佢對自己都冇自信嘅，咁唯有對任何人都施展性嘅一面，咁佢又唔需要暴露自己其他面向。難聽講，就造就咗更多一啲性以外一無是處嘅女人，因為佢哋唔願意培養，唔敢表達自己其他面向。但有樣嘢令我覺得欣慰嘅係，呢樣嘢唔能夠一概而論，因為唔係所有港女都係咁嘅，亦都有好多港女係有實力嘅，可以表達到自己更多嘅面向，唔單止性呢樣嘢，發揮到性以外嘅特質。反而場內中國大陸先係有更加多只有性價值嘅廢女人。但聽講，通常咧啲思想比較落後嘅人，更加容易發展雙標女權，而唔係真正嘅女權。當然大陸都唔係個個女人咁差，但喺比例同數量上，我覺得大陸係有更加多只着重自己嘅性價值，日日 P 圖放相去尋求男性認同，除此之外乜嘢都唔識嘅廢女人。然後就係第二樣女人面對嘅挑戰，性壓抑。無可否認，上一輩嘅教育都係偏向針對女人嘅服從性，男人可以豪爽講粗口，唔乖唔聽話，冇儀態，周圍玩主動。女仔人家有幾可以咁嘅？呢啲叫丟架失禮。生咗個仔睇 AV 打 J 鬧兩句咪算咯，生咗個女睇 AV 捽碟，對於某部分家庭嚟講係家族之恥。個人認為，始終喺性方面，女人一定比男人更加性壓抑，某程度上都係女人普遍比男人取得更少成就嘅原因。唔好介意，我唔係歧視女人，但係一個性壓抑嘅人就一定係更加難充分去表達自我，發揮所長。亦有充分數據表明，職場男女管理層嘅比例喺香港女性連20%都冇啊！即係每5個人裏邊可能得1個女性管理層。當然仲有其他非常多社會大環境嘅因素影響，但個人認為性壓抑係其中一個重要嘅因素。因為性壓抑唔單止係話咩一個人穿着暴露唔暴露呢啲表面嘅嘢，亦都包括一個人嘅思想開放、直接表達嘅程度，包括佢嘅野心目標等等。過度嘅性壓抑、服從男人、聽話守規矩、遵守女性儀態各種諸多嘅限制，並唔會為女人帶嚟發揮所長嘅機會。咁當然最後一樣嘢就係雙標女權嘅情況，因為呢樣嘢先係同男人最有關、男人最關注嘅嘢，無可否認。雙標女權係好乞人憎嘅，一方面最大化女人所有利益，但又唔願意負上自己應該負嘅責任，衰起上嚟仲要剝削埋男人，追求嘅其實係女性優越而唔係男女平等。難聽講已經有啲偏離重心啊，係一種優越主義而唔係平等追求。再極端啲嚟講，咪好似希特拉咁樣追求雅利安人優越咁樣嘅想法，呢個先係女權最乞人憎嘅地方。雖然唔應該一概而論，但無可否認一樣嘢就係，好多時人所謂追求嘅正義、道理、真理，其實只係建基於利益。有幾多人可以客觀暫時放低自己嘅利益，
真正去討論核心價值要點，討論男女社會議題同狀況。其實好多人支持或者反對女權，只係因為自己嘅利益受損，從來冇嘗試喺中立第三方嘅角度去諗，或者唔會想知道人哋諗咩。which 我都可以理解，呢個亦都係大部分人經常雙重標準嘅原因。例如應唔應該食寵物呢個話題，就好容易牽涉極度雙標嘅嘢。但我唔想講太遠啦，講翻溝女，就係女權對依家男人溝女嘅影響，男人仲可以做啲咩？呢條原來我要講2-3分鐘同社會歷史比較有關嘅嘢，但好重要，唔好 skip， 唔好覺得離題。你真正理解就會明白，其實浪費時間反對女權係冇任何意義嘅，就好似逆天而行，你等比天收一樣。首先喺理想嘅層面，女權係爭取被壓榨咗嘅女性權益，而唔係追求女性優越主義壓榨男人。但喺現實層面，所有嘅主義思想只係一個工具俾人利用啊，係着重持份者嘅利益，即係每一個人都可以利用呢樣嘢最大化自己嘅利益，而偏離咗呢個所謂主義思想嘅本質同用處。例如共產主義本身都係話咩推翻資產階級，但列寧話為咗民眾去推翻俄羅斯帝國，最後係咪真係為民眾帶嚟利益，成功推翻階級呢樣嘢？最後政府咪係高高在上壓榨大家，隨意屠殺民眾。表面上套嘢乜嘢思想啊主義根本一啲都唔重要，最重要嘅係我點樣利用呢套嘢最大化我嘅利益，並且可以操控人哋信服我。例如資本家利用女權去賺女人嘅錢，部分女人為咗爭取自己嘅特權超越男人。講到尾大家都只係為咗最大化自己嘅利益，至於其他人會受到咩影響唔關我事。但無論如何，男女趨向平等仍然係大勢嚟嘅。點解？好簡單，你有冇發現人類歷史嘅進程就係權力下放同分散嘅過程，由皇族血統話晒事，到資本家推翻皇權，皇權分散到喺貴族嘅身上，然後科技經濟發展，令普通底層農民階級嘅人都變得比以前有錢。雖然都好多人笑稱自己係打工奴隸，但無可否認權力分散有令到底層嘅人過上比以前好嘅日子，好過以前古代喐啲就俾人捉去獄營斬手斬腳，上戰場做炮灰，打仗失敗要做奴隸等等。所以社會大勢無論如何都係會有權力下散嘅。咁呢度當然唔係講人人平等啦，我認為喺物質嘅層面上冇呢個可能性啊。你會唔會覺得喺社會階級上你同 Elon Musk、Donald Trump 呢啲人完全等價？但權力分散嘅重點意義係等每一個人都有更大可能去發揮佢嘅實力，並且可以落實競爭呢樣嘢。冇錯，競爭先係最重要嘅。呢個就係古希臘同埋中國春秋戰國時代權力相對分散嘅時候，有好多嘅競爭，但同時有好多嘅發展。但呢度我唔講太遠，講翻男人同女人，無可避免都係受到影響嘅。難聽講，男女最唔平等嘅國家通常係啲窮西濕鳩國家，除咗中東世界好彩俾佢掘到石油之外，否則佢都係窮西啦。而香港呢個彈丸之地，零資源、零硬實力嘅地方，只可以拼啲軟嘅嘢。簡單嚟講就係錢銀經濟，一定要最大化競爭，有人才先有生存嘅可能。Sad but true，呢個就係點解香港壓力咁大，但亦都冇可能去開倒車嘅原因。女權只係權力分散同埋社會提高競爭力進程嘅自然現象，已經唔再有其他可能性可以開倒車，除非你想香港徹底淪為第三世界。雖然都有人笑稱香港而家越嚟越廢，經濟差，但從客觀事實嚟講，香港差極都唔會變成咩非洲津巴布韋呢種 level。所以講咁多只有一個重點，就係接受社會女權嘅進程。咁港男係咪一定要坐以待斃，一定溝唔到女呢？我完全唔同意。甚至真正嘅高手會話俾你聽，女權嘅進程唔會搞到你溝唔到女，甚至係幫緊你溝女嘅。點解？好簡單，香港男人溝唔到女嘅原因，與其話係女權，不如我簡單講下3個原因。一、性壓抑，冇錯，又係性壓抑，無可否認。由細到大叫你唔好同女仔玩，黐太近，性係唔好啊，偷偷打 J 睇鹹片，驚死俾老母發現，專心讀書賺錢就有女噶啦。唔好拍拖住，點知大部分人始終唔係天選之人啦，讀書一般，揾唔到好工，賺錢頂盡2-3萬，根本冇女會溝你，浪費時間。溝女仲差過一啲月入0啊1萬嘅 MK 仔，人哋起碼識串女、攬女、氹女、hurt 女，13歲開始就溝女食女，累積經驗10年20年溝女經驗。但你人工2-3萬甚至更低，錢又唔夠，然後喺社交方面唔識撩女仔，唔識社交，唔識串女 hurt 女，又唔識打扮，而跪地討好，其實某程度上係自己攞嚟嘅，周瑜打黃角，一個願打一個願挨。人哋收兵之前都要係你願意做兵啊！難聽講雙標女權呢樣嘢，男人絕對有份一手組成。
冇人逼住你要跪低嘅，其實你本身已經想跪嘅，你唔介意去跪。再講深啲就係港男尋求女性認同、媽媽的愛，內心渴求嚴厲嘅母親對自己溫柔嘅一面，利用自己扮乖聽話服從呢樣嘢換取老母嘅關心同認可，成日俾人打鬧話你廢，所以你已經唔覺得自己值得被愛啦。你唯一可以得到女人愛嘅方式就係自我犧牲，去交易換取愛呢樣嘢翻嚟，所以你一次又一次心甘命抵去追求條女做兵，但實際上其他嘅女人永遠都唔想做你嘅老母，亦都做唔到你嘅老母，所以現實一次又一次咁拒絕你。所以你可以話第三個原因就係尋求女性認同 ，which 上面都講咗啦，並且亦都係男人忠於佢老母嘅表現，因為你目前對女人所做嘅一切都同你心入邊嘅老母有關。好簡單，香港呢種惡劣嘅環境導致好多人廿幾30歲都係要同老母住嘅，聽佢支笛，讀書揾工溝女結婚買樓，你老母都有份參與話事，日對夜對。潛意識嚟講，你哋係密不分離嘅。如果你溝到女，某程度上嚟講，就代表老母唔再係我人生最重要嘅女人啦。我條女先係啊！依家我要黐住我條女同佢做愛啦，就好似拋棄咗你老母一樣。唔好覺得搞笑，因為好多人溝唔到女，就係心入邊同佢嘅老母過度糾纏。調轉諗，亦都係好多老母中意搞婆媳關係嘅原因。潛意識角度，你唔捨得你老母啊，你老母更加唔願意放開對你嘅控制。兩個人一拍即合啦，喂，你永遠唔好離開我，做我個乖仔啦，媽咪先係你人生最重要嘅女人，你明唔明啊？唔好溝其他女啊，媽咪最愛你啊！難聽講都唔怪得 MK 仔成功溝到女嘅，因為佢哋嘅家庭通常都好亂好複雜，佢老母都管佢唔到嘅，唔會被綁死，佢就有機會自由揾女，表現自己成功溝到女。而我簡單對應翻點解女權唔會搞到你溝唔到女，甚至有幫助嘅可能性，其實非常簡單。古代如果你係窮西，老婆仔女你都養唔起嘅，你邊有可能食到女俾你周圍識女啊？但現代嘅 MK 仔就已經打破晒呢種限制，因為女人自己都養活自己嘅，翻個 M 記佢都餓唔死嘅。現代又更加方便識仔識女，所以底層人某程度上反而增加咗交配機會。咁當然唔係每一個底層嘅人都做到啦，因為前面有3大因素限制咗好多男人。而再加上女權嘅性開放運動，女人可以較少顧忌咁同男人戀愛交配。不過有得必有失啦，最後嘅情況往往係部分嘅窮男人溝到更加多嘅女，但部分嘅窮男人一條女都冇，所以導致好多溝唔到女嘅人抱怨女權搞到自己冇女啊。但前面我講過3大原因，先係更深意義上搞到你溝唔到女嘅原因。最後我非常明白，好多人覺得喺香港溝女極度困難痛苦，有人話香港多條賓州慘過食屎，我都理解今時今日好多人嘅背景出身性壓抑，冇溝女經驗，俾女人不斷拒絕。因為我曾經都係咁嘅人，細個唔敢同女仔玩，覺得唔應該會俾人笑，偷偷打 J 睇 AV， 對住男同學都唔敢承認自己有打 J， 對住女人講嘢腳震。毫無疑問，以前嘅我就係獨撚一個，但後嚟我讀書失敗，無所事事，又唔甘心自己冇女，所以我後天不斷學習溝女，主動溝女，經歷無數次嘅拒絕，我終於領悟到溝女嘅道理，成功進入幾十段男女關係。今日我想將我成功嘅秘密分享俾你，冇樣冇錢冇身高，同加流馬車溝女成功嘅原因全部喺晒度，立即點擊影片描述欄及留言區連結，報名溝女培訓營，領取溝女秘笈，限時免費，隨時下架。我上條片係講關於點樣溝大波妹，邊度識到最多大波妹，最重要係我同大波妹嘅私人性經驗分享。各位鹹濕仔一定要 click 右上角睇片啊！想學溝女記得睇 ENK 男性情感，呢度係針對25至44歲單身男士提供溝女教學 channel， 帶大家簡單性經學溝女。我係夜晚8點出片，記得準時收睇。如果唔想錯過任何溝女、約會、網聊、男女情感方面免費資訊，記得訂閱、打開啷啷，將條片 share 出去。我真誠祝福每一個俾 like 朋友溝女順利，左右逢源，立即出鋪識到女朋友。下條片再見，拜。